嘅家用美容儀已經進化到3分鐘就可以急護皮膚狀態，尤其喺熬夜之後用，效果超級明顯。日本連續5年銷量No.1嘅美容儀品牌 YAMAN 熬夜閃修儀，有別於市面嘅其他美容儀。佢最勁嘅地方係一個毛有最多3種技術同時作用，短短幾分鐘就可以快速急護皮膚狀態，無需複雜嘅手法，只要不斷向上提拉就可以完成護理。當然16頻變頻電流技術，多層次刺激肌肉，令到提拉效果更快更明顯。獨家28倍熱感超導技術，將抗老成分快速導入皮膚，護膚品唔再吸收困難，化妝都唔會棘粉啦。配備常用3色功能 LED， 護膚效率真係再升一個層次啊！貼心設定好3個 mode 同埋3個 level 俾大家揀，完全照顧到怕痛同怕麻煩嘅大家。早上 Daily Mode 配搭保濕精華，3分鐘消水腫保濕兼美白；夜晚 Asia Mode 配搭抗老精華，5分鐘膠原水光抗老，淡紋超 fit 啊！爆痘就用 Acne Mode 平衡油脂分泌，控油控痘。無機細細部大功能真係好齊啊！細節位都做到好足，一部機配齊3種護理頭，唔止塊面，連頸同埋身體都可以護理到 ，CP 值真係高到爆燈啊！有咗佢之後，真係覺得護膚輕鬆超多，3至5分鐘就可以做到專業嘅居家護理。趁而家官網有優惠，真係可以試下呢一部YAMAN熬夜閃修儀，相信大家一定會中意㗎。